大家日常辦公室朝九晚六，我就拍片剪片安排課堂，雙手冇離開過滑鼠同鍵盤，仲未計要撳電話，手腕同肩頸真係好粗魯。今日Logitech瑜伽小教室2教大家2個動作伸展手腕同埋肩頸上方肌群。第一個動作，伸直左手膊頭水平，手指指向身體，用右手包住手背向身體方向拉，保持10秒。第二個動作，將右手向後貼住身體後側，左手握住右手手腕，呼氣時頭部向左靠近左肩，左手輕輕拉右手手腕做對抗，保持10秒再換另一側。重點要同大家開箱2款Logitech嘅人體工學產品。MX Vertical 人體工學垂直滑鼠，獨特嘅57度垂直角度，自然壓支令整個手腕可以輕鬆貼合台面，明顯降低咗手腕嘅移動量。分離式人體工學鍵盤，弧形設計令手部姿勢更自然正確。創新嘅手掌抬高設計，傾斜支架3段式調整，無論你係坐或者企，可以根據你嘅台面高度抬高手掌，讓手腕隨時保持平直舒適。Logitech 絕對係你嘅日常辦公好幫手。